到训练营，前往下一目标点。往前奔跑并起跳，翼装会自动。首先，往前跑到边上时，你可以在空中控制飞行，干得不错。你刚刚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环节。使命战场的枪械自带基础配件，枪械的品阶通过颜色来区分。下方蓝色条代表已装备的护甲板数量，护甲板就像额外的生命值，在跑动时也可以使用护甲板。击倒被标记的敌人，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记住，没有护甲的敌人。下面是高级道具的介绍。进阶配件是特殊的配件，这个进阶配件能在右上方的地图里能找到空投的掉落位置。这个图标代表了空投补给箱，空投补给箱里包含多种高级道具。机械库还能提供一把预先配在对局开始前定制的武器，开局后能在军械库空投里拾取。军械库武器是使命战场中的最终追求，它不仅可以自带武器前往下一目标点。接下来是关于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每一场对局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技能芯片，使用芯片技能，玩具炸弹会召唤猎犬攻击附近敌人。On the whole, do you feel happy or do you feel... I feel so happy. What happened to this feeling, messianic feeling that you described before? I feel that it's, if that's what I described, I feel that it's very valid.